观众朋友，咱来看讲第三方支付公司台湾里甲旺配大数位摄像讲甲诈骗集团洗钱，上目税有50亿，也为着要减少这款犯罪，所为发展部建立零量的定律，就是讲这个制度呢，业者若无去登记，3阶段若无去查证，就袂当提供服务。公司大门锁起来，市门人也无人用。老白第三方支付平台台湾里的办公室，规间厝空空无人。原来涉案负责人涉嫌恶性倒店，平台也个涉及不法洗钱，金额达到50亿。恶行和高雄地检署定调的，以洗钱防治法定罪嫌，成压禁监核准。它毕竟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相关的业者啦，但是我们有注意到说，有一些业者可能经营的状况没有到非常理想，也许他要拓展业务，或者是他要追求利润，就等于是走到灰色地带。那台湾里。乡检也阁接到重大洗钱犯罪证据，指挥调查官查扣名牌的旅行车顶证物，涉案的王牌大数费洗抢负责人等人，同款涉嫌不法洗钱，金额超过60亿，甲2名干部3个人成压核准，专案扩大追查。为着要阻止这类的犯罪，数位发展部已经建立零量登录制度，加强第三方支付的查核。现在登录嘛，有被要求要做比较详细，所以我们会去到现场去查核他的一些业务嘛，他要讲一些业务的状况嘛，确定那个业务就说查核的比较严，本来原来核准我会把它撤销嘛。数位发展部强调，为了防范犯罪集团透过第三方支付，确保处理不法犯罪所得。伫政府打诈功能伫点控办实施了后，加强斩断不法金流，透过事前防范、事中查证、甲事后查核。3阶段强化管理，有问题都袂当提供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到5月底已经达成6成查核覆盖率，废止登录各采发一间业者，限期改善的有2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